过来消息来看，桃园公共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哦，伫桃园升格进前只有3.11%，即马已经有24%咯。因为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哦，是真危险的作业环境，即马嘛增加一寡智慧科技来控管，帮工会当来减少工安意外。桃园地下污水道的工程当地施工，这个伫旧山区地下污水道的工程已经完成第一期接工，目前桃园公共地下污水道普及率已经为升格进前的3.11%提升到24.01%。不过，其实地下水道的施工是个危险的作业环境，安全的监测一定要严格。地底下可能会有这个不良的气体哦，造成这个一些重大的一个伤亡，所以这个及时的监测会确保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健康，那以及他的这个生命的安全。因为地下水道施工空间有限，工作人员可能发生剥落、漏水、欠上锁、中毒等等的情形，所以这届工程团队除了设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，嘛特别伫工地人员的管理，使用 AI 人面辨识，运用伫工地门禁的管制，结合手测仪，也有感受过安全无碍检测，来管控人员的安全。这个人进到工地以后有定位的功能，知道他在定位工地里面什么地方，万一出事情的话，可以很快找到他。另外，还设置智能环境监测显示系统，会当即时显示施工区域内底气体侦测、热危害指数、温度、湿度、空气品质等等监测的信息，再结合声音、灯光的警示系统，发布工地各样的警告。水务局表示，透过智慧 App 即时监控等等各项智慧科技的管控，降低工安意外风险。示范计划效果若好，会全面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